面对三级警戒以后，每一天下晡3点，市长拢会带领相关局处长进行防疫咨询甲宣导。议员尹爱达理伫总集群对具体检讨这段期间公费疫苗预约平台登录的设计问题，反映民众讲纾困专线欠缺台语的说明听无，以及防疫咨询的广告无第一时间公开予市民，等到是部分民进党籍议员甲参选人率先公布。所以提醒市长，避免互防疫咨询沦为政治加选举的操作。就是有部分的议员同仁会同时也跳这个直播通知出来。我最先还以为是市政府有跟议会讲，请议会的议员们配合一起去推播这个市长的这个记者会的这个内容。后来发现不是，因为我也没有收到这个通知。所以我在想，市长一直强调是说，在防疫期间不正确的资讯谣言，不要拿来当成政治操作的工具。但是我们同时也希望正确的防疫资讯不要拿来当选举操作的工具。深有同感，是不是？所以从市府开始做起吧。如果我们每天下午3点这个记者会需要更高处局力来讲话，其实可以跟议会讲，我们让有意愿也一起来帮忙协助推播的这个议员们也一起来分享这个资讯，市长可以吗？事实上我们是开放的，我也愿意听那个尹爱议员您所说的这个部分，能够跟更多议员能够不管蓝绿不分党派的。为了争取参选舞台，政治人物伫市长疫情记者会公开直播进前，就抢一步向伊的选民公布相关资讯，引发各党派人士认为明显不公。看来除了草案资讯唔通黑白转传以外，正确资讯发布的时机嘛引起关心。台新闻顾问及刘品言采访报道。